之前说过要帮我把失去的东西都找回来，也真的都做到了。所以现在开始，我也要说到做到。我要把全世界的幸福都交到你手上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要在你身边。好，来 ，OK 了吗？大家好，二楼，你们的右边的二楼，你们右手的，你们左边的二楼，你们左边的二楼，我都昏了。你们左手边的二楼看一下来。结婚这种戏这样的场景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我一生当中没有太多期待，所以我永远都把那个惊喜留在真的有人跟我求婚的时候。对，不过今天晚上看到了，我跟就是洪正跟我求婚这一部分，我是真的是听他的那个，就是他的台词，然后流下眼泪的，所以那一段真的蛮让人感动。就是剧情设计上面，它还是有些人格上的偏差啦，就比如说把同事的手机，把 Vicky 手机丢到垃圾桶啊，然后害我被打。对，就是陷害他，因为后来已经变成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变成像刺猬一样，然后用错方式，已经没有在管别人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有一些阴暗面啦，角色的阴暗面，那你自己这样觉得这是演戏，自己有什么样的你会不会觉得承受不骂？就是演反派一定会被骂，对。但我觉得既然演反派，就把反派做好，就也不用想太多。只是要找到反派为什么会变成反派背后的动力跟理由，因为他可能就是很想要变成艾莎，然后很想要被爱嘛，很想被叶轩爱，所以其实他想要成为谁或是取代谁，就是他的动力。这是太严肃了，是不是？太严肃。有一点。那我要怎么样讲？好，反正小安就是坏。对，很棒，很棒。坏就坏到底，没有任何对坏透了。竟然也会坏，我就是坏，怎么样？这个家伙吐得蛮凶的，还吐在我身上。对，那天其实是我人生中，其实讲起来蛮逊的，人生中第一次断片。那真的忘记了很多事情，那也是感谢后来大家是帮我恢复记忆，这样就说，你知道你刚刚怎么样啊？真的假的？我都不记得了，这样。他其实酒量不算好，他那天真的好像蛮放松的，然后就跟大家喝得蛮开心。然后我们本来要说继续去转个转点继续相聚，他就已经在转点的过程当中的车上吐了，他吐在我身上，吐在你身上？对，然后就换了个点之后，就赶快把他送回家了。示爱吗？这算是示爱吗？那算吗？春风，我有看到，因为全部的人都在 tag 我，全部人都丢链接，连我爸都丢链接在家庭的群组。对啊，那我就我有看到了，这样。不是面纸哦。我好像有回他的 IG， 就一个笑脸之类的。对啊，有我拍过他的 MV， 然后脸书好友啊。你也要等他示爱12次嘛。对，我